248億美元引資潮，越南前5月 FDI 飆升35%，創下5年新高。越南外商直接投資 FDI 持續呈現爆發式增長，2026年前5個月總登記外資金額達到248.1億美元，同比大幅飆升35%。值得注意嘅係，實際到位 FDI 達到97.5億美元，按年增長9.6%，創下近5年嚟同期資金落實嘅最高紀錄。加工製造業繼續高居榜首，吸納超70%嘅新增及調整外資，而房地產板塊喺度為資金領域亦保持穩健表現。喺58個國家與地區中，新加坡以68億美元高居榜首，韓國以42.2億美元位列第二，中國則以17.9億美元排名第三。逆向來看，越南對外投資亦錄得7.6億美元嘅新增拆資本，係去年同期嘅2.8倍。老撾與吉爾吉斯斯坦為兩大核心目的地。雙向資本數據嘅全面爆發，反映出2026年越南經濟正面臨結構性優化，喺全球供應鏈與國際金融網絡中嘅戰略主動性進一步增強。想了解更多，即時聯絡我。